ಅದನ್ನ ಜಪ್ಪರ್ ನಮ್ಮ ಯಾವ ಯಾವ ತಡ ಚಿಚಾಚಿ你们这节课外勤吧，是的，老杨姐，都吓死就，你打出去哦。阿嬷，一宝，来插头啊。呀，来插这一栋啊！呀，插栋，一步，耶，插栋，插什么多个？有。大家弄下2个月。这个这个。送，我送来送。带他出去。呀，给不？就。诸位。开始了，继续。不要细数。不错。喂，什么？知道衣服是谁的了？知道悬崖下的衣服是谁的了？他们在牧场等我们。大娃，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？这个热的清晨就扎起的那样的了。
怎么回事？他说突然有个尸体掉下来，他就跑了。我就说没有僵尸嘛。那他的死因是？我住的是地里的，这把人们打3年的。这怎么有违章票？啊，小子，那听歌。哎，咋了？现在报警吗？喂，是派出所吗？我要报警。我第一天是，对吗？这个东西，那这个就，反正都应该就能就这点的。你这也不的，这样给垃圾的批白的。哇，这个什么？我记得们都报的下，今天没有结清，俺结完那3天的。对吧？真的想不多，差不少的马拉的，我研究嘛对不对？虽然这么知道。啥个事呢？差不多那没ဖြစ်事。他妈是啥子？咱们是俺想法的，俺儿子呢顶着去。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？是啊，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汪队说要杀了场。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，浑身都是杀气。江菜，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我们这就去找汪队。好查查他。好的，我们这就去。这样啊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。听说你们去了悬崖，你们应该饿了吧？进屋吃点东西。我们吃过了，你给我来一下。走吧。
我给你们倒杯茶。你别客气了，我们不喝茶。你也来坐吧。没事。来，喝茶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说了不喝。你不喜欢喝速效茶是吧？没事，我给你倒杯奶茶。你少装蒜。怎么了？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没事，我去拿奶茶。汪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没有啊。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那天我从城里回来，是你们叫我去德基妈妈家做翻译的。说扎巴的事。扎巴。快点，别把我擦到这里。看不是。快别去狗搞，这么做啊！我能做什么？没希望的。哎！我们这要去德杰妈妈家，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？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。啊，好。哎，王队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不小心摔伤的。我先摩托车停。来，我帮你提。让我先那包去。我就说嘛，这小子狡猾的很，不使绝招，他是不会说实话了。王队，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还想狡辩呀？唉，气死我了！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杀扎巴。你去跟警察说吧。汪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2具尸体呢？这件事跟德吉有关系吗？如果跟德吉有关系，德吉家里办地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。我看警察到哪了？您好，你们到哪了？快一点，我们有新的线索了。等一下，我杀了巴桑。什么？我杀了巴桑。刚才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吉家是吗？是啊。那你跟德吉说一下，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。好，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姐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
连民都，大看这瞧嘞。明年底那新年那你都打去。我说，你没猜着，如果去打篮球的。你给他用嘛的？你给他找不下活住的，对鸟这地里擦住的。大看这瞧嘞，他给我偷些蛋的。这那你啥子？你看电视他人是去追着。谁？用嘛的？我年轻呢，你俺们大就看这瞧嘞。天哪，装水没好过呢，我你来拉不行嘛的。俺们大这前几年的吹水球的，这找看看啊，你干嘛没好过嘛的？让我没看这瞧嘞。大的，这个说的没事情，刚才没说我给他过嘛的。说没不看这手嘞。啥别打呢？没拿啥好苦的，这里苦口都一样的嘛，有些好。没先给同来嘞，都别从这西边生不的。你给我动给。让我这还觉得，但也让他摸。水嘛。阿姨，过去的。水嘛。阿姨，过去的。阿姨，阿哥请那个来。对没？这个白是喏，阿哥对俺先喏了，让我狗生，俺对你小干点了狗子的，没咋在我就蒙个。电话接的电话按着我这。其实那钱数，还是没好摸。哎呀，你俺先的反正赶紧打酒。等咱们上下。我想领工资。领工资？你还好意思来找我领工资？家里有事急需用钱。我告诉你，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损失了，知道吗？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人家了。啊，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，那我这酒店还怎么开下去？没把你们俩开除，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，知道吗？别跑啊，走开走开，走。马三说没个好没错，好没错。真的呀。但你最起码听着拉不的，我那边3千多民都，那你我那手卡着。这可你来来用这可不着。你来用这可嘛的？没今天明白你该在没吧？俺你干了一次我来求嘞。你明白了这他。
啥时候说？发现扎巴不在了，我有了私心，我和德吉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吉家，即使和德吉没有关系，也会受到歧视。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。从那看什么上考过是的，这考给老大的钱给等谁知道了。村里流传闹僵尸，我们这边有个说法，僵尸跑到玛尼堆就会停下。于是我就将错就错，把扎巴的尸体放到玛尼堆那边了。德吉，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，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。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，说他杀了巴桑。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존 마기 아메세레 이라 포콜지존 아이야이야라니 마기 하마 아이야 这记得嘞。不错，这是那个什么酒？青稞酒。你要咋的？我这水多的。알아, 얘 동비. 알아서 육사만 총이 알아서 도세 아. 육사만.巴桑啦。对，你去当时写的。对，这个阿妹有交给，这是没办名字。对。啊嘞。我的，阿拉吃起动。哦。你这么死，你这么死。这个房子，这，我这就有人家。
你听着店里用嘛的，你为了说个着。让那里你那个吃给了，我来你说个情况，一年让哎你忙了，那个包的俺们在老远是了不？用嘛的，我的天呐，让给你吞他都不听着娘屋里，你从看这里面让给他苦的，现在你是不是你为了说个情况？你打浪上马进去拉起来，等下俺们拉给他们说这，等下你们都我来说着。燃气呢？俺就我肯定是笑嘞。他肯定笑嘞。让行嘛的，今年是你拉起两块钱哦。有啊，是你拉起两块钱。谈的以及俺们在这打下着。你说的那什么去？等到开门，这你看来的没做个给个用的。他就女多后面。俺们上下，妈妈中间那去，让给这下才是的，俺们打工记着是了吧？等到他们住宿那个你们能不能去清楚的？这我那中间一百。行嘛的，你拉上老。家属呢？拉不上老了。真的。行嘛的。这对不对？这样吧。我啥子前辈去做我去，你俺们大就让给记到这去啊。啥叫给那干多了？俺大去做我去，可能让给要记到这去啊。瞧，这可能俺要买些嘛的，对，俺妈的阿公给要买单的，瞧谁个么贵？我也是，我年轻人的。咋办来的？我不信，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，都是我做的。
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很不幸的告诉大家，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，马尼堆的尸体是旺堆放上去的，所以没有僵尸。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死和德吉与旺堆有关。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，刚才我也分别问了2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但是都没有说实话，我也很难帮到他们。场面个现实的，2个地基侵占的，中南店被侵占的这的。一年落地的金到800块，新家子的，地基的，阿巴当见不你，是在新瓦个当的。这嘛的吧，浪花了吹进中间，可你破不你面干了的，没人满大把地基给阿面。800才进我呀个亲不嘞，一年快说说买呀吧，咋个才直接地基阿妈了我呀就不嘞。一年他们地基给阿爸，女舅妈都把车来带不嘞。地基kim咱他所说的，顶多是买不起不嘞。我那个舅舅，女舅兔子中不嘞，一年顶天咔嚓么都被古巴顶天吃不嘞。我让阿妈呀，是那个，那他就不跑了。个弟弟地基没经过清真艰苦的，咋不的？800头你个居民想着，地基不留个车子，那么着当不嘞？老天呐！咋不和地基了？东岸个这次再一把，中场面个哈火不嘞？地基你也干谁这保密？我让他都不顶着通军队门都，但是他们没让他招摇嘛的，他们连把外语。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，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。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，能力有限，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。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。警察快到了。拿来，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。阿佳，我是高小文，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。哎，你爬上的，我感觉可走了。花朵，巴桑花朵，马上了不的。喂，快走。阿佳，证据，有证据了。你看这个视频，自己摔死的。快嘞，那么多看着啷个月啊？说西说是。哼。村长，爹爹。哎呀，这个，你交给俺们给微博名册得到了，刚才毛不交易的。多谢。马上见呢，微博名的没现在这多，因为来你应急没急，叫俺们来这来问他。我也去就跟俺了，也就跟着做年的吧。
我原来就是那位子。你这把子，你这把子，这个把子，我这个没劲。我什么去？这条给家庭把怎么写起来？你也接不了的错。张先生米一起去你要买的，他们第一起对。我一起做一没去过的呀。这把你也给塞没死了呢，全做一起记着呗。呀啦，